晓得些什么？你怎么会晓得的？啊，你让我怎么会晓得的呀？是啊，是我爹爹讲的。你爹爹讲的什么呀？他说你是在姓什么？姓施呀？姓施？我是在姓施，我是在姓施啊！张先生，姓施有干难啊！我看你呀，因为看天，因为爹地，不是要得人看戏，把你都忙噻。哦，我晓得了，你又晓得什么呀？你要信的事不在天上，也不在地下。喏，现在我这给你人张先生，来，我等你在我这些人上谁死好吗？来，我来问你，你家姐姐才能让你死吗？我家姐姐想让你死的，你的什么事啊？是不是这样的事？红梅丑在闹成开，此人有人情在。不对，草头花生面正文，万象必走梦境为梦境为。是的，好像是一个梦子的。哎呀，是一个梦子的呀！张先生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讲给我听好不好？妹儿，你年轻玩笑嘞啊！玩笑啊！哦，大概明年就可以了。妹儿，你家姐姐是不是叫邵如意？你怎么会知道的？我是猜的呀！猜的呀！哦，怪不得我的你是大金的才子，连名字猜得出来。来妹儿，你家姐姐就站在人上说些什么？我家姐姐她呀，整天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又是唉声叹气，又是爱里憋气，她呀生病了。生的是什么病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好像是为了什么婚姻之事。什么？是为了婚姻之事。张先生，哎呀，先生你是真是冒昧来相思
传言一声，就说请小姐不要为我顾忧虑。哎呀，你在说些什么呀？请问小姐身体有些微恙，想必是为小姐而去的哟。我家小姐哪有什么病嘞？你说什么？我家小姐没病啊。事实上来，你家小姐有病。呀，恭喜小姐有气可不可？小姐不听这言，心不见责，心不见责。哎呀，我家小姐见到他就虎毛三上，他还在高兴你。这样子，你来看看，这是让妹子一种，我不免采取其子，把大小娘子带于小姐可好哦？好，那我去昂子对比，再帮你送一次啊。甚至多谢小娘子，你来看啊。